历7月，大家拢会想到鬼月，尤其是7月半的中元普渡，传说当中更加是好兄弟会回来人间的日子。咱今仔要带大家参与的是去文化部登录做重要民俗的家人中元节，带大家好好熟悉中元节，了解中元普渡的意义。相信哦，大家拢有听过家人中元节爱放水灯，但是这项传统呢，到底是为倒位来呢？即摆咱来甲家人参加家人中元节，就是要来找到答案。家人中元节吼，规个活动吼是有几个月遮尔长，所以即摆咱特别经老大公庙点斗灯、放水灯仪式，还有普渡法会，要来带大家做伙熟悉家人中元节。我即摆徛的所在呢，是家人开基老大公庙。这间庙宇哦，嘛是即摆祭典一个最重要的场所。根据记载吼，当时上早会伫遮起庙的原因，就是要来服侍伫咧长山过台湾时期，因为将转病过往的亡灵。咱所谓的老大公，用民俗的讲法，就是要来称呼遮的好兄弟。伫咧这间老大公庙内底吼，有一个最特别的看门。伫咧农历7月初1这天，会由轮一个主仆代表来拍开看门，象征普渡月正式开始。由咱勇敢的人迎接这个好兄弟，来到勇敢享受咱的诚意。伫中元普渡的前2天，农历7月13这个下晡，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迎斗灯。这个斗灯是代表着家人各姓氏宗亲的原神灯。伫这个下晡，会伫咱家人市区做游行，代表着各宗亲的族群融合。咱的民俗习惯嘛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今年拍斗灯的是咱的主仆5姓。伫迎斗灯了后，所有斗灯拢会安坐伫咧庆安宫遮。伫7月14日透早来进行点斗灯。这个火节嘛一直到甲普渡结束，但是咱徛较我详细看，这个斗灯外面嘛是刻甲真有路呢。早期拢是叫这个老师傅用那个手工雕刻，利益呢拢展现在里面，展现你内底。没有百姓讲，阮这游泳了，你看，阮这世嘛，无漏气。你看阮这世，你看，这斗灯有水也无水。家人中元节的起源上早会当讲对到1851年，当时将转病是造成地方上真侪人的死亡。伫咧遮个事件经过了后，地方的头人甲士大嘛咧想讲，搁安尼落去真正毋是办法啦。所以一方面想要来安搭遮个亡魂，一方面呢嘛想要来化解将转之间的对立，所以就提出用顶头之间的请病来代替拳头舞，建立了各姓之间主仆的制度，轮流来主办中元普渡，就安尼将权之间的冲突就慢慢的化解了。你看，即摆日头渐渐伫要落山，暗时就是即摆的重头戏放水灯。但是伫咧放水灯进前阁有一个足盛大的游行。你看即马路的两边拢炸起来啊，人嘛是愈来愈多。4、3、2、1。2025以4基隆中元祭放水灯游行正式开始。好，我们的车队呢已经正式出发。那么当然呢，第一个队伍就是我们今年的主仆。这个游行呢，上早会当讲对这个将转病，甘愿伫咧这个艺术顶端拼一个事业，嘛莫拍甲安尼流血流血。所以你看，渐渐演变到大，就会变做咱看到这个这盛大游行。请问你们几岁？我们11岁。11岁，好玩吗？好玩。哇，你看，
这是毋是甲大家所想的无啥相像？即摆的家人中元节放水顶的游行，已经会当讲是一场国际化的宗教活动。表演团体毋但有顶头北管以外嘛有足侪艺术团体报名来参加，连上下拍的重型奥多摆嘛来斗闹热。所以大家若有机会，真正会使来看卖一下。即摆时间差不多啊，咱来去放水顶的会场，看迄边准备甲安怎。咱即摆呢已经来到咱今仔日暗时放水顶的这个会场啊，咱会当看到各省这个宗亲已经陆陆续续把因的水顶送来到咱会场内底，咱来去看卖因准备干安怎。这间叫水灯手，你啊贴迄个银纸、经衣、换新的衫，再起来遮互咱请。啊，迄个搁有银纸，互伊做所费。这间毋是代表一间厝。伊是代表一张贴啊，要请海上的孤魂上岸来，明仔载到咱的中正公园参加咱的普场。伊个顶下指路顶，会行头前带路，水灯手带落去。啊，就是每一世，伊拢有一粒的水灯手，因为咱古早咱登山过台湾，是伫海上死亡的生命足侪。所以咱是要普渡这孤魂的时，咱就放这个来邀请讲，你明仔载阮就主播伫中正公园，你就过来遮，互阮款待。是，总共阮有26个省伫轮，就是咧轮流。对，15年才轮到一届主播，所以阮这届主播，阮就会甲做较盛大的安尼。古早人讲，老愈远会愈旺。咱即摆会当看到各宗亲的即个水灯慢慢一个一个送入去到咱的即个海面顶，就亲像一张一张的即个请帖，甲遮的好兄弟为海面顶请来到咱陆地上参加明仔载上重要的即个中元普渡，看到足侪人坐伫咧即个海岸边做伙来参与即个活动。为自早开始对即个好兄弟的尊敬演变到大，变做是一种全民做伙来参加的即个重要民俗活动。我感觉这真正是一个足好的代志。哇，你看，咱即摆徛的这个所在呢，就是家人的主普坛。伫咧这个主普坛入口的两边有这个足悬的这个灯菇，这呢就是代表伫咧陆上一个这个请帖，总是邀请水面顶的孤魂，即马这个灯菇呢就是咧邀请陆上的这个孤魂，咱会当看到即马现场照这个传统有摆着这个3连岛，分别是这个你看西洋岛，西洋岛就是因为咱伫咧家人遮有这个侵华战争，有真侪这个外国的军人。战死伫咧咱家人，所以这嘛是咧服侍遮的即个好兄弟。过来呢，嘛有即个准备是有粗的较素的即个贡品，所以即个3连岛就是即个意思。后壁呢，就会当看到一个较大的主普坛。头顶呢，就今年的主普，轮值到的主普就是咱的5省。你看，遮阁有准备红酒，阁有因惯习用的即个餐具，阁有遮的菠萝面包，阁有咖啡。徛灯菇遐尼悬，就是为着要互本境带来足远所在孤魂仔会知影讲，这边有咧办一个足大型的普渡，赶紧来这边享受。嘛期待是咱将主普坛的这开普。
天明天冲，地明地冲，水明水冲，火明火冲，雷明雷冲，岩明岩。家人中元节，互人上感动的所在，咱会当对普渡的供品内底发现出真侪美感，有素的、粗的，阁有生油的供品。因为经过日本时代，嘛会当看到日本人惯习食的寿司。这款无分国界、族群甲文化包容的精神，我感觉就是家人中元节上特别的精神。大家拢知影，中原普渡是为着要祭拜好兄弟，好兄弟当然是无分外国还是本土。伫咧嘉南市的清法战争纪念园区，目前是叫嘉南市政府指定做市定古迹，内面嘛是纪念着当时牺牲的外国军人。咱即马来到的所在就是清法战争纪念园区。这个园区呢，就是要纪念伫咧清法战争的时阵，伫咧家人家牺牲的法国军人。这嘛是咱台湾真罕见咧纪念外国军人的纪念园区。咱若行到园区内底，会当看到6个纪念碑，阁有4个木桶。这分别呢是伫咧清朝时期法军伫咧大沙湾所起的木牌。阁有日本时代所起的纪念碑，阁有伫咧二战了后，法国政府为平湖迁徙过来的木桶。咱即摆对老大公庙开始，到放水灯、普渡，甚至是上尾的这个清法战争纪念园区，咱拢会当感受到台湾人对每一个族群、每一个文化有一个足包容、足尊敬的态度。这包容尊敬的态度嘛是即摆家人中元节一个足宝贵的精神。我相信这个精神嘛会当透过这重要的民俗活动继续流传落去。台湾路1号，带你去熟悉更较多元的台湾。